黃迪偉喺深圳報導。海洋公園3隻澳洲樹熊下個月會公開亮相啦，公眾可以投票為其中一隻樹熊命名。盧卓瑤報導。想睇樹熊一定要去原產地澳洲。3隻大約係2歲嘅南澳洲樹熊 BB 嚟咗香港大約4個月，已經適應咗呢度嘅生活，仲展現咗獨有嘅性格。但係男同女就好唔同，樹熊仔活潑開朗，仲好餵食。另外2隻樹熊女就溫和文靜。而佢哋入住嘅新展館將會喺下個月底開幕，最多可以容納大約100人。而我哋嘅人手安排喺我哋嘅護理員啦，同埋我哋一啲場地執行嘅同事喺個展覽場館遊客區，其實會喺度去做一啲 crowd control。咁 crowd control 包括就係最高流量嘅時候，其實樹熊館最多可以去有109個遊客可以喺個樹熊館入邊。咁啊，盡量唔好太多人啦，因為多人會好逼同好嘈啦。園方舉行樹熊命名活動，公眾可以喺3個預設嘅名，包括南南、青青同悠悠，投票揀一個為其中一隻樹熊命名。海洋公園話，由於樹熊嘅數量唔多，基於限制問題，所有入場嘅人都唔會設有抱抱樹熊環節。亞洲電視記者盧卓瑤報道。